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11月初9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78篇第1节到第7节，约书亚記第5章第10節到12節，啟示錄第8章第6節到第9章的12節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題是半過節。半過節是因為以色列人出埃及進前，上帝佇第10個災難大大囝之災中間所領受到上帝的保守，這個恩典咱稱作半過節。佇甲埃及人同款，因咧面對苦難甲威脅的時陣，因為選擇相信摩西，選擇接受上帝的保守，因此就會通領受到上帝安尼的救恩。這是真值得紀念的日子。透過守半過節安尼的節慶，以色列人一擺閣一擺受到提醒，因的生命中間若無有上帝的保守，因就無法度來搬過困難。當因進入佇迦南地了後，佇結甲守第一個半過節了後，因就開始真真正正進入到迦南地，接受到當地的這個土產甲林跡，同時迄個上帝所賞賜予因的嗎哪也無閣再出現，因攏總領受到上帝嗎哪恩典，攏總40年久，從來無有欠缺夭餓過。聖經約書亞記記載，迄時以色列人佇結甲節營，迄月14暗，因佇耶利哥平原守半過節。半過節的假日，因就食迄所在的土產，就是無甲餅甲烘的五穀。因食迄所在的土產，迄日開始，嗎哪無閣再降落，以色列人就無閣再有嗎哪。迄年，因開始食迦南地的土產。食煙吞，食嗎哪，是因為上帝的恩典甲憐憫，互因佇曠野時猶原有通食，袂得夭餓。開始食這個迦南地的物件，應允之地的食物。嘛，攏是因為上帝的恩典，攏代表着上帝無限的恩典甲保守。半過節代表幾個角度的意義啦，吼。首先，咱看就是講人有苦難，咱人攏會有苦難啦。就算是基督徒，咱也需要去面對人生的苦難。但是佇迄個重點是講，伊苦難的中間，咱有上帝通好倚靠。只要願意專心倚靠的人，就要得到救。第二，人的選擇啊，以色列人選擇相信摩西，選擇相信迄個看袂到啊毋捌的上帝，所以對上帝來行。就因為安尼會通得到上帝的保守。相反，若無選擇跟對上帝的人，就必須愛家己去面對所選擇的苦難之路。第三，因為以色列人的順服，完全的照着摩西所吩咐的，不但全家做伙這個太陽啊啦，抹這個陽啊，會佇門楣頂懸啦，並且因同齊
享受暗顿做伙白饼，所以上帝就互因来领受伊的救恩。第四是上帝保守的恩典，包括这就是一些人接受上帝的命令，全家做伙度过困难。第五，这件事也在表达着上帝是生命的主宰，想事体拢是上帝的权柄。搁较伫这个大灾难的中间，上帝展现出伊家己是全能的上帝。伫困境的中间，咱其实是需要学习以色列人迄种经历，搬过一个恩典，学习顺服上帝的旨意，安尼咱才会通得到保守。伫今仔日的经文启示录第8章第6节到第9章12节，记载着济这个末后的灾难。廿7支喇叭的7个天使准备好势要闻，头一个天使闻伊的喇叭，随时有炮甲火掺火落伫地，地1/3烧去，树木的1/3烧去，所有青翠的草拢烧去。第二个天使闻伊的喇叭，随时有亲像火在烧的大山迄落海，海的1/3变做火，海里的活动1/3死去，船只的1/3损坏。第三个天使闻伊的喇叭，随时有一粒大粒的星对天顶落落来，亲像得倒的火把落伫1/3的江河甲所有的水泉。这粒星的名叫做苦爱，1/3的水变苦。真侪人因为这个水死去，因为水变苦。第四个天使闻伊的喇叭，日的1/3，月的1/3，星的1/3拢受攻击。直到日、月、星的1/3变暗，日时1/3无光，暝时嘛1/3无光。后来我看有听见一只伫空中在飞的鹰叫大声叫讲：惨啊惨啊！住伫地上的人惨啊！因为其他的3个天使得要闻喇叭。第9章，第5个天使闻伊的喇叭，我有看到天顶落落来地面迄粒星。这粒星有领受无底深坑的锁匙，伊开无底深坑，就有大火炉甲青烟起来。日头甲太空因为深坑的烟就变做黑暗。草莓对烟的内面出来，歇伫地面，因领受着权柄，亲像地上的遐虫有的权柄，因受交代毋通伤害地上的草，各种的树木甲一切青翠的物，只有通伤害的头遐，无看上帝的因的人，草莓无得权通杀死这个人，只有通互人痛苦5个日久。因的痛苦亲像人互遐虫咬着同款的痛苦。在这个中间，人的求死嘛袂得死，爱死嘛死袂去。草莓的形状会亲像准备要出战的马，伊的头遐壳顶
底亲像金的花冠，伊的面亲像人的面，因的头毛亲像妇人人的头毛，因的牙亲像狮的牙，因的胸坎亲像铁的护胸角。因的舌发出的声，亲像真侪战马拖车奔跑要去交战的声。因有尾溜，亲像遐虫的尾溜有刺。因的尾溜有能力，通伤害人好话一句。因的王是管辖无底深坑的天使，伊的名叫做希伯，希伯来语叫做阿巴顿，希腊语叫做阿波伦，迄个意思就是毁灭者。头一个灾难已经过去，也有两个灾会直袂来。外头有济的灾难困境，基督徒除了爱坚定行伫上帝道路顶悬，顺服上帝的带领，佮较是爱愿意追求和平，互咱成做世界和平之主。上帝将上帝的福音甲世间人分享，亲像伫搬过一个暗时，以色列人需要甲厝边共款，做伙来分享主的恩典。咱常时也看到出来急的人中间，除了以色列人以外，还阁有其他的族裔。就好亲像彼得后书第3章第9节所甲咱讲的，有人想讲主延前伊答应要做的事，其实伊毋是延前，是伫用恩人。无爱有人灭亡，是爱逐个人拢悔改得救。上帝爱将伊的保守恩典赏赐予所有愿意接受的人，将包括这个恩典赏赐予所有的人。诗篇78篇第1节到第7节。我的子民啊，着听我的教示，注意听我讲的话。我要开嘴讲譬如，要讲出古早的奥秘。就是阮所听见所在，阮的祖先所传予阮的事。阮无要将这一事对子孙隐瞒，要将上主的名声甲伊的权能，以及伊所做奇妙的事传予后世代。伊另外国会设改名伫设以色列律法。各命令咱的祖先将这的事传予因的子孙，互后代，就是特别出世的子孙知。这的子孙嘛要传予因的子孙，安尼，因通将望放伫上帝，互因袂记得上帝的作为，遵守伊的诫命。感谢上帝赏赐救恩，互阮伫困境的中间会通因为顺服接纳，因为实践来领受到这个搬过的恩典。恳求上帝特别来保守，目前伫家护病房、教会女青年吴宇杰姊妹，因为伫昨早起车祸接受到脑部的手术。求主你赏赐怜悯、恩典、甲医治，谦卑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